大学，你最想做些什么？做到职业鼓手。永远要对抗自己，自己就是最大的敌人。一直想要说跳脱出校园去做一点有意思的事情，开阔自己的视野。或者说是认识这个昆虫是什么样子的。我希望他们更好的记住我吧。到了大学，你突然感觉获得了时间和空间的自由。潜心自己的专业，选择一个爱好，开始一段爱情，开创一个事业，为梦想超速奔跑，为青春记下注脚。青春的味道是酸，是甜，还是涩？校园百味，等你来尝。我打算开启一段未知的人生旅行，所以你愿意和我牵手一起走下去吗？